又要分上下半節啦。咁佢舉完嗰個論據之後，其實佢講嗰點就係話咧，其實個常理就係、你如果嗰個國家裡面好嘅器物，你喺外國嗰度會去攞而唔係用秦國嘅，其實人才應該用緊相同嘅原理㗎。咁如果佢唔咁做咧，有少少暗釘啊！啲暗釘就係話，其實咁係咪即係話你作為一個君主，你貪圖享樂，而唔係貪圖去令到秦國更加強大，甚至統一成個中國嘅一個有為君主呢？咁好啦，所以佢後面嗰度會有句咁嘅嘢，在乎色惡豬肉，而所興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來制諸侯之術也。其實一嚟，你如果做過咁不智嘅決定，你係一個貪圖享樂、不辨是非嘅君主。最重要，你亦都唔係一個，你一路以嚟我同你合作咗咁耐，你係有個心去跨海來制諸侯嘅人。咁好啦，嗱，去到呢度，其實我絕對相信頭嗰一段同埋第二段已經令到嬴政真係心喐改變主意㗎啦。咁最後嗰段其實佢又會點樣去展述佢個諗法嚟到作為最尾呢？咁好啦，咁佢主要咧就舉個常理，就係話一個地方嘅好遼闊咧，咁就會有好多糧食啦，國家大就會人多啦，咁啲軍隊強大，咁係因為啲士兵好忠勇啦，咁所以咧就有個常理叫做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嗱，佢其實所講嘅嘢咧，就係話喺常理嚟講，你一定要有嗰個胸襟氣量去接納唔同嘅嘢，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強大嘅領袖。